空军乌营直升机失事蔡英文总统主持3港竞选行程，今日透早就赶到内湖三总，先到病房探视5名生还者，搁到怀德厅加顺一个将领军官念香。总统后来嘛伫府内召开军事会议，交付国军3个确保的任务，这包括一定要确保军心民心的稳定，一定要确保台海周边的安全，一定要确保装备检证的完善。蔡总统更加采示讲，要对进参谋总长沈一鸣。以及上将颁授青天白日的勋章。蔡总统伫国防部长严德发、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等人陪同，来到三军总兵的灵堂念香致意，而且慰问罹难者家属。他们的亲人突然不能回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以承受的事情。后面的抚恤还有协助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务必让他们家属的生活可以无虞。另外，蔡总统嘛到病房探视生还的军官将领，表示虽然有2个人伫到病房，3个人伫一般病房，但是伤者的状况稳定，医师有信心。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维持国防运作甲稳定军心，蔡总统嘛回到总统府，调集军事将领甲国安会幕僚，召开国防军事会谈，而且听取国防部简报，掌握国防安全状况。盘点一下，整个我们的军事的准备的情况，那也希望就是说，在这样的变故的情况下我们整体的军事人员都能够恪守岗位那保卫国家。最高将领殉职，是不是影响到国军士气？蔡总统强调会持续关注，目前整体情况平稳。在会议中采示，对进参谋总长11名以及上将颁授青天白日勋章。